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中山科学研究院有21个员工甲周刊来压料，讲这个空军地空通信系统升级的这个防电专案，疑似有立委办公室的主任来干涉，压迫这个军方都要修改规格，接受到较便宜的品质，而且讲这个类似的状况唔哪一件。 141台 F16战机透过防电专案升级做 F16V， 即马刷标出其中地空通信升级跳兵案，军方防逼压境劣质品。从我看到这些资料里面，我觉得国防部应该要在这件事情上详加调查。 调委嘛，等于是咧证实，周刊嘛接到中科院离职员工压料，原本军方早就编54亿的预算，上尾也修改规格，以35亿毛起来配合投标公司。过程当中，阁有国民党立委办公室主任向中科院施压，敢若就是马文君。得标是因为他有美国的认可的就是他拿到的是美国认可的，而且不需要我们办公室去帮忙，根本不需要，而且他不是降价。 他没有降价，那个他们在爆料的时候都自己不清不楚。这个爆料，请具体指明嘛，那就直接去检举，那一律查办，这也不分党派。中科院暂时无回应，不过除了采工问题，中科院过去阁新界部点名伫人事任用无相撇利益。他的官员跟他亲戚在外面开公司做生意，这很严重，在国安委员会质询。 要求他必须订定相关的规范。随着中科院对各项自主的角色愈来愈重要，嘛受到更较侪关注。